黄昏热人的声仔声，吵甲互人心头乱糟糟。日头落山的光线，照入来即早已经塌甲目睭睭的天远。学徒压喘，大气粗喘，出力甲颔棍紧蒲。石仔角去摸着盆栽，发出咖耳的杂声。伊想要甲最后一粒大石头硬踢入去天远。阿川喘甲嘿嘿叫，讲：师傅，你看，这粒上圆、上水，甲放伫这个位。规个天园就圆满啊！阿川动动一顿，哐一声，大声，硬甲石仔放入去土里。镜头转来室内，恬静静，敢若听到茶米水倒入去茶后的清脆水声。老师傅坐伫原侧食茶，伊轻轻啊放落茶杯，咳一声，透过窗仔孔看出去，外面的天园塔甲满，互人感觉胸坎延延，喘袂过气。老师傅声音平静讲：“阿川啊，你有问过这个空间无？”阿川听甲无应讲：“哈？问空间？空间哪会讲话？”老师傅无加讲话，慢慢啊行到天园，骹步踏伫土骹，发出涩涩的声。伊弯腰双手出力，石头甲土骹磨出叮当的声，但是伊煞是轻轻啊，甲阿川拄只放落去的迄粒大石仔搬起来，移去边啊。阿川大惊失色，声哨变调讲：“师傅，你做啥物？迄是我找真久才找到的呢。”石头拄移开，一阵风雄雄呼一声吹入来，声音听起来真清脆通透。阿川讲：“你安尼甲移开，遐雄雄变甲空空的，看起来真稀微呢。”石头移开的所在，现出一大片清气的白沙坡。一阵凉爽的微风吹过来，吹甲树叶啊微微啊翕，几片红色的风仔叶，轻轻啊飘落伫这片老柏顶悬。远远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鸟仔声，感觉空间变甲真阔。老师傅讲：“阿川，这毋是空，这片白沙
即马才开始咧喘气。你若甲伊踢甲目睭睭，风要安怎入来？光影要安怎变化？风声变甲冷冷啊！日头尾的余晖，将宁静的天园染做温暖的橘红色。师徒两个人坐伫远侧，看着眼前的景色。阿川轻轻吸一口气，慢慢啊吐出来，讲：师傅，我感觉我的心肝头嘛加甲开啊！原来空比满更加有力量。老师傅笑笑啊讲：对咯，日本话讲马，咱台语念做干。空空才是圆满，毋是，是爱留有地，互万物发生。恬静的天园内，远远传来一声竹筒仔弄着的清脆声，低音回荡伫渐渐暗落来的天色中。